為咗援助內地廣泛地區受到雪災影響嘅居民，連日嚟有唔少嘅團體同社會人士陸續透過中聯辦捐款賑災。麥家豪報導。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釋建超代表菩提禪院前往中聯辦送交善款，中聯辦副主任徐澤代表內地災區人民接收善款。今次菩提禪院捐出嘅30萬將會分別透過中聯辦以及澳門青年聯合會送上災區。釋建超呼籲社會各界為受災人士獻出一點心意，希望大家都係出啲力量啦，唔好因為多與少嘅問題啦，集腋成裘，咁就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量。釋建超話：佛教總會稍後會召開會議，希望可以再籌集善款。另外，中華海外聯誼會喺基金撥出200萬，聯同聯誼會等50位嘅理事，一共捐出港幣1076萬。有好多國內嘅同胞咧，而家有家冇得歸，間屋都俾啲雪砸爛咗，咁啊過年嘅時候，我哋就好開心，人哋咧都係好困苦嘅，咁啊希望大家盡可能捐助一下。我哋希望今日我哋嗰個行動咧，可以起一個拋磚引玉嘅作用。咁啊，希望咧有能力嘅我哋嘅澳門同胞我哋嘅鄉親，即係大家咧，即係不論多少即係表示個心意應該咧大家咧就積極嘅嚟參與呢個呢次嘅捐款活動。而澳區10屆全國政協常委吳福就以個人名義捐出澳門幣100萬元賑災。澳門電視台記者麥家豪報道。